好，我是碧纯，欢迎收看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我们来到了宏威科技集团位在云林的信息能量子科技厨房。到底这间健康厨房有什么样的特色，还有什么样健康美味的料理呢？今天带您来一探究竟。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介绍今天到我们现场的2位来宾。首先呢，欢迎的是宏威科技集团客服部的经理暨专业营养师洪秋雅营养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雅营养师。非常欢迎秋雅。好，那另外这一位呢，就是我们信息能量子科技厨房的总经理兼主厨陈如汉主厨。总经理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信息能量子科技厨房总经理陈如汉。好，那在节目一开始哦，当然我们来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的厨房啦。那要请我们的总经理先为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信息能量子科技厨房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它是怎么样诞生的呢？是。各位观众朋友，由我这里来跟各位来分享。那我们一开始其实是由我们的总部宏威科技集团，然后从谢进兴创办人的口中当中，然后以及他的一路的心路历程，然后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健康从厨房开始有这一段话开始之后，我们就希望从厨房开始，从原料开始来做着手。那不断的研究之后，我们开始发现说，刚好我们的陈明坤博士也有这样的信息能科技的技术，那融入了我们的食材当中。所以，我们信息能的最大的厨房特色就是我们沿用所有的原型食材，以及所有的处理烹调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食材在烹调之前，我们都经由量子科技的转职技术，而且这些都是宏威独家的量子科技技术。对，所以借由这样的模式，然后借由这样的推广，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在饮食当中不只是增进我们的美食，我们的饱足感，还可以健康无负担。哇，真的哎，所以这色香味俱全，还兼顾到非常非常棒的健康哦。是哇，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间健康厨房里面呢，它有推出5套的套餐。我想观众朋友非常想知道到底是哪5道哦，所以我们就请我们的总经理兼主厨来为我们做介绍喽。OK， 好。那我现在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5型套餐。那5型套餐呢，并不是说我们从像法式餐厅这样子慢慢一个一个上，我们是有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复合式的菜单。因为我们的创办人跟我们讲一句话说，信息能量子科技厨房的信息能就像你家的厨房一样。那既然像家的厨房，我们要做出家的感觉、家的料理。那透油，因为现在的国人非常喜欢吃酱汁，不管任何的东西都喜欢沾个酱啊，用个酱油啊，这样子的应该是说饮食习惯。所以我们既然要用酱汁，市售上面有很多不一样的酱汁。那特别信息能厨房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融合中医的理论，叫做5型5色的这样的概念。那搭配了我们所谓的原型食材，所以我一一介绍，从我们的中医在讲的青赤黄白黑，也就是绿色开始。那绿色就是我们的信息能青龙酱，搭配我们的鸡腿排。对，那鸡腿排的部分都是所谓的原型，那没有任何的添加物，然后我们用低温真空烹调的方式来帮它加热，这样子。对，鸡腿排看起来很好吃。那营养成分呢？我们请那个秋雅营养师帮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哇，鸡腿其实就是现在健身，大家最流行健身的时候，大家很喜欢吃的，可以增进我们肌肉的部分。所以这个其实只要有健身的人都知道，要吃鸡肉来增加我们的肌肉。吃鸡跟那个鸡翅相同。对，真的。对。是真的。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猪肉。
猪肉的部分，我们是用我们的朱雀酱，信喜人的朱雀酱，它属于是红色的部分，所以来搭配我们的猪肉。那我们的猪肉是选用猪菲力，所以没有任何的油脂，以及它的筋会比较少，所以相对的在我们的口感上面可能会比较容易干涩。在一般的家庭主妇不会煮的话，就很容易干涩。那因为刚好有这样的低温烹调法，现在很流行什么酥肥料理啊，对我们所有的肉品都是用酥肥料理，用恒温控温计时的方式来保证我们的原型食材肉品都可以让它可以保留肉质，而且不会老化。对，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搭配我们的朱雀酱红色的部分。对、对，所以用的是这个很棒的猪菲力耶，它比较没有油脂，对不对？比较健康。对，因为猪肉其实是我们国人最喜欢吃的肉品，那它含的维他命的 B 群也很多。那我们讲一下朱雀酱，它搭这个超级赞。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它红色就会想到什么？番茄，对，所以其实番茄很适合给男生吃，没错，对，男生吃了之后呢，身体会很好，很健康。那当然，它对心脏也会很好的，所以茄红素对身体健康很好。是的，OK。那么接下来第3道的部分是我们的牛肉搭配我们的麒麟酱，信喜人麒麟酱，它是属于黄色，那所以黄色在中医来讲的话是顾我们的脾胃，所以我们一样，我们用酥肥料理来锁住我们肉的原型的食材的口感，肉汁不会让它软化。将来搭配我们的黄色的酱汁，就是我们的麒麟酱，让它风味感受起来会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完全是天然的，我们不用再额外加什么酱油或者什么黑胡椒酱来搭配牛排。对，我们用的是这样比较黄色，而且里面都是所谓的姜黄。它反而是可以我们降我们的发炎指数，所以是非常好的一道料理。对，一般的餐厅这个牛排啊，都会黑胡椒酱或蘑菇酱啊、综合酱，那这里搭配的酱就更加的特别哦。是用姜黄。对，那牛排也是很多人喜欢点的料理。那牛肉它的特色是什么？大家就知道，除了它好吃之外，最重要就是它铁质含量很高，所以它其实很适合女生。因为大部分的女生其实通常那个都有一点贫血嘛，因为女生每个月都要捐血，所以呢，女生通常都是有时候很多看到脸色苍白什么的，其实比较容易有贫血的现象。那刚好牛肉呢，它的铁质含量很高，所以吃这个牛肉除了美味之外呢，其帮我们补一下铁质。然后让我们比较不会有贫血的现象。那刚讲的那个它的麒麟酱主要就是以姜黄为主的一个成分嘛。那这个姜黄其实我们讲的真的是一个消炎止痛最好的东西。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现在人都喜欢随时随地来喝一杯饮料，甜的饮料啊，或者是吃个甜的一个甜点。那这些甜点的东西呢，糖的东西，其实它就会造成我们身体发炎。所以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身体就发炎了。那发炎你不理它之后，其实它后续会造成我们身体非常多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脏病啊、糖尿病啊、失智症啊，或者是你走路卡卡的这种关节炎，这些其实都是全身性的一些发炎。所以呢，以前《泰》杂志曾经讲过说，他在2004年的时候，它的封面就讲说，其实身体的秘密杀手就是发炎。所以其实利用我们这个天然的酱我们可以吃这样子的一些姜黄的酱，好吃的状况又可以帮我们把身体的这些发炎指数都给控制下来，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道叫做鲑鱼，我们是配的我们的白虎酱。那白虎酱的部分，我们在五行里面白色入肺，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菌菇、白木耳、一些综合菇菌，所以里面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添加物或一些化学的乳化剂、面粉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好养生啊，或者是我们要在做轻食料理的时候，是一个很好搭配的一个酱汁。对，那我们另外的部分，我直接跟各位讲，就是还有一个叫玄武酱。那玄武酱的部分，它是属于黑色的，是放在我们五行菜单里面的第一道菜就是前菜，那就是配着沙拉一起吃，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海带芽或者是一些墨鱼的部分，所以它其实在黑色里面是顾我们的肾脏，所以在中医说
顾肾脏先入肾，就会心肾是相交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一道，所以玄武酱变成是我们的开胃菜，那其他的另外4款酱汁就是我们的主菜来做搭配，所以1周下来，其实这样的套餐是让我们可以在养生当中可以得到我们的口腹之欲，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子，还可以享受美食。对，谢谢。对，所以刚才那个主厨我介绍到，其中这个鲑鱼，其实大家都知道鲑鱼营养成分很高嘛，对，营养师也跟大家分析一下。哇，鲑鱼讲到鲑鱼太棒了，最适合银发族老人跟小孩，为什么呢？小朋友我们都希望他变，是不是希望他变聪明，对不对？然后希望他考试读书能够聪明一点。所以呢，鲑鱼它 omega 3含量很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是让我们可以头脑反应力好。那如果到银发族的时候，我们担心什么？失智症嘛，年纪大了总是就会觉得啊忘东忘西，怎么记不起来啊？到底钥匙在哪里？眼镜在哪里？哎，瓦斯关了没？所以就是这些问题都很容易发生嘛。那所以呢，银发族也是需要这些omega 3的这些好的脂肪酸，能够来补脑，可以增进脑力，不要退化。所以其实这个鲑鱼的东西真的很适合银发族的朋友还有小朋友来吃。对，哇，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那个主厨哦，还有我们营养师帮我们介绍了这里的特色5型健康养生餐。那里面它有很多选择嘛，你可以选鸡腿排啦，或者是猪菲力，对不对？还有原鲑鱼，还有这个厚切牛排，或者是天贝。对，哇，那里面它发现说，它有搭配到那个每一种都搭配不同的酱，对不对？对，没错没错。那这些酱有什么特色呢 ？OK， 那这些酱5型酱的特色啊，其实最主要，它第一个是用原型食材，它不加任何的添加物以及化学的东西。包含我们的最大的特色，其实就是来自于信息能这样量子独家的科技技术。所以由这样的技术以外，我们配合了中医的理论，其实它可以证明了5行5色配合我们的中医所谓的5脏6腑，它是可以相对应的。所以在红酱里面，我们就加了很多的叫做红番茄、甜椒这些红色的食材，让我们可以在颜色上面搭配我们的信息能的量子科技独家技术，可以真正的达到我们的心脏的部分，可以有这样的指令来做预防保养，包含我们的美食，然后在其他的特色，其实全部都是所谓的原型食材，它不会再加任何的添加物，所以可以保证是健康无负担的部分。这5道酱汁这样子。对，所以这5道里面，其中好像有一道是素食的，是不是？对，有一道是素食的，素食的这一道叫做天贝。那天贝的部分，其实它是针对我们的女孩子是最好的，因为它其实是很多的植物性蛋白，它很多的我们营养师刚刚也有讲到，很多的营养成分其实对人体都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为何会用天贝？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素食主义者或是蔬食主义者，他非常使用到所谓的菇菌类或是一些加工的素料、素肉、素鱼，当我们降低了这些之后，其实用最原始的叫做天贝发酵之后，来这样的模式来让我们自己身体有一个饱足感以外，还可以达到健康。因为这一些市售上面外面的这些素食都有很多的调味料、调味剂，让我们身体会产生不好的反应，甚至会有发炎的反应。所以我们用天贝来让我们的素食者来摄取这样子。对，好。那依照这个中医的理论哦，他们就是会讲说5行5色啊，会分别入不同的脏器。没错。那这样子，您研发的这种5行酱汁，它也有这样的功能吗？哦，有的。来，我的手稿，来给各位看一下哈。我们的5行酱汁，虽然我们刚刚有讲到5行5色，但我们不是中医师，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入肾、入肺、入肝脏、心脏，所以这里的手稿就是让大家更清楚，这5款酱汁是有它的特定的指令，例如青龙酱它可以入到肝脏，那我们的朱雀酱可以入到心脏，以及我们的白虎酱可以入肺。麒麟可以入脾胃，以及我们最后一个叫做玄武，它可以入到我们的肾脏。那我们
空口无凭，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利用信息能这样的技术，我们达到可以做人体的测试来感受一下，所以可以麻烦主持人可以当我们的 demo 测试者来体验看看，没问题。OK 吗？我最喜欢做研究，很有研究精神。好，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现场测试了，我们来做一个力学的测试。好 ，OK，来，那我们看到电视机前面的观众面向他，然后我们食指交扣在后面，OK， 对，食指交扣在后面。那我们先来做一个力学的测试。当我出力帮你往下压的时候，你感受我出多少力气哦？来，眼睛看水平，来，1、2、3，出力，出力。会倒哈，会软下去，脚会被你用力的弄。刚刚我们有讲到说，我们的青龙酱就像主持人身上穿的青色的，应该要入到我们的肝脏，对吧？肝脏。那我们请营养师帮我们挖一匙现有的青龙酱。我需要吃吗？不需要，我们只要靠在一起就可以了。靠在。那我们先放在我们对应的脏器，叫做肝脏的部分。对。那我们请我们的营养师。现在营养师就把这上面是青龙酱，对，上面是青龙酱，然后放在我肝脏大概这边，放在肝脏的位置。OK， 好，那我们一样，食指交扣，眼睛看水平，然后稍微出一点力哦，来，1、2、3，我出力。人都骑上去了。等一下，你真的有一样用力吗？有，我出很大的力气。可是真的很奇怪，我第2次真的就脚没有软下去。是，所以它就是我们之前陈博士以及我们的谢教授有讲，它就是有量子共振的这样的信息能的部分。我看你刚才都跳起来了。对，那我们要不要测试一下？如果把绿色放到其他的脏器，它就没有对应的，那是否还有功效 ？OK， 那我们放心脏好了，来，好的，我要撑好一点，对，那要一样用力哦，一样用力哦，来，1、2、3，用力，小心，真的倒了哈，对，好，你确定你真的一样用力哦？确定一样用力，那真的有差。我第2个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很用力，但是我看到他好像跳起来，是我真的把它跳起来，真的很神奇耶。OK， 来，请坐，谢谢。哇，那这是我自己真的实验到，我才觉得，以前都会觉得人家是不是作假，对，我保证真的没有作假，真的，我发誓。对，哇，对，有点吓到，真是太神奇了。是，哇，所以营养师，那这样子讲起来，这个酱汁真的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帮助，重点是它也很美味，对不对？我之前有尝过一点点，还真的不错哎。所以其实如果说像家庭主妇啊，回家没时间煮菜，用这个酱直接水煮一下，弄上去就非常美味。是啊，我就说开发这个东西实在是太适合这种上班族的职业妇女了，因为我们下班之后回到家还要准备菜，真的是时间不够，所以我们就拿了酱，有时候呢我就面啊或者饭煮一煮，然后我就拌饭拌面，那或者是我有青菜，那我就是把青菜烫一烫之后就把这个酱汁放上去。对，那鱼的部分呢，这种也是比较快料理的东西，很快烤一下，那酱汁就放上去了，就很美味了。这时候呢，你知道吗？煮菜的妈妈最怕一句话，小孩嫌你妈妈煮的不好吃。对啊，真的煮那么辛苦还被嫌。对，真的就说煮一煮说妈妈不好吃。那我就吃了，我之前呢已经先尝试过这些酱汁，觉得哇赞。这个东西只要放下去煮一煮，小孩都很买单，全家人都买单，就会说啊，妈妈煮的东西很好吃，就觉得很开心。对啊，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有这种酱汁来帮忙，真的是料理上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职业妇女的福音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帮手，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时间，又很简单又好，就可以料理出很美味的东西，不会失败。对，哇，总经理，所以你们研发出这样的一个酱啊，用了很多的时间去开发，对不对？将近用了11个月的时间。11个月。对，因为目前就是营业用的部分都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只要手做的，然后我们只要正确的冷藏冰起来都没问题。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物，所以导致于说，我们如果让客人买回家或家庭主妇买回家，他没有马上用完的时候，它其实很容易坏掉，甚至它保存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希望把营业用的部分，然后把它变成是伴手礼也好，或者是已经真空罐子也好，就像我们目前
桌上看到这一个部分。我们接下来的五行酱会把它变成是有玻璃瓶，然后把它放好在里面进行后杀，可以保证在我们的室温常温下2年是不会坏，因为我们已经有经过所谓的 SGS 的认证。那我们要一直在透油这样的卫生标准，然后合法化之后，我们会把它公告于世，然后让它上市，让我们家庭主妇其实不用买我们的营业用的包装，只要买这种小罐的，其实一家子如果4个人，这个1罐其实就用完了。所以不管是简单方便以外，再来它的保存还有它的使用的安全性会更加一点。对，所以我们会把它变成是我们的家庭用的部分，让大家随手可以可得，然后随手我们来料理的时候也很方便，不用担心说食品保存安全的问题。对，所以你们这个信息能量子科技厨房其实也是希望把这个厨房健康的观念带到一般的家庭当中，对不对？是，希望最好的方式就是，虽然我们透过餐厅来做推广教育，当你知道之后，或者是因为这个节目了解之后，其实是要推广在你的家庭当中，就开始要懂得如何挑选原型食材，如何少吃有添加物的食品，再来多吃可以降低发炎的油品。所以其实我们是在做这样的推广教育。那透油信息能这样的独家量子科技技术，配合中医的理念导向之后，我们可以让赋予食材可以针对食材的颜色属性，来帮助我们的5脏6腑正确的所谓的精准的，可以让我们的养生更科学，然后更方便。对。那营养师，你看到我们这个健康厨房啊，推出了这5道菜，然后加上这些酱汁啊，你觉得说哇，这样子的菜色是不是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棒，又很健康？真的，他这边在做的时候，其实他的出发点就是以健康为导向的一个健康的厨房，所以它跟外面的厨房其实是真的很不一样的。对，那其实我觉得说，刚刚我们有讲到天贝的部分，我想要说，很多人都会误会它。他不知道，大家不知道，以为他不知道他是素食，对，听到天贝以为是干贝什么之类的，对，以为是荤的，所以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它是从印尼来的，它原产地是发自于印尼，但是我们的天贝是台湾自己生产的，台湾的优良的厂商所做的。那所以呢，因为这天贝呢也是健身界最喜欢用的食材之一，所以呢，他们跟鸡肉一样，都是健身的人很喜欢的。那它天贝有一个名字叫做田里面的牛排，就是所以它真的，它高蛋白真的是高蛋白很多。那尤其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总经理介绍到天贝，其实女生很适合吃，为什么？女生呢，到了更年期之后呢，因为女性荷尔蒙下降之后，比较容易皮肤皱啊，就是荷尔蒙不足。那天贝呢，它也是因为它有天然的雌激素，那加上它最特别是因为它是经过微生物去发酵过的，所以它把原来黄豆它的原始食材是黄豆去发酵，它把黄豆中的没有活性的异黄酮转变成有活性的大豆异黄酮。那这样子有一个有活性的异黄酮呢，我们吃到身体内呢，它就可以在我们身体内可以补充一些天然的植物性荷尔蒙，所以真的很适合更年期后的女生来补充这些天然的荷尔蒙。所以你就越吃皮肤越水润，然后呢，除了水润之外呢，该补的肌肉讲的也出来的也有，所以你的线条会变得很美丽。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对，哇，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厨房推出了这5道料理，那其实你们希望说把这个健康料理的观念推广到家庭当中嘛？那主厨你们研发的这个会不会自己家庭主妇在家很难煮啊？还是都很简单？应该是说，如果会料理的人会觉得很简单，但不会料理的人会觉得很方便，因为我们把它变成是拌酱的概念，只要你煮个饭。煮个菜，或者是所谓的做个面，我们随手可得的很多拌面啊、拌饭啊，其实你把这些酱汁，只要用拌的热拌的方式，并不需要什么起油锅啊，炒菜还要爆香。有些人可能看到要爆香就退缩，因为会油爆。所以其实你只要煮个热饭，
热面或水饺，然后把酱汁拌在一起，然后加小朋友可能喜欢吃的，可能起司条啊，去焗烤一下也可以。它其实就一个很方便，尤其是接小朋友要下课的时候，那个时间是最紧凑的，又要再回家煮饭，其实很不方便。所以其实拌面拌饭用拌的字眼，不是炒的字眼，你在家庭主妇或是自己小资族群，其实很好来处理。对，所以它是很方便又可以健康养生无负担的。对。那另外我看你可能就是那些什么鸡啊、猪、牛、鱼之类的，也是很简单的烹调，再加酱就有味道，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太会煮菜，煮得不好吃。对，没错。所以我们所有的肉品其实都是用低温烹调，也没有额外的所谓加添加物。那我们只要拿起来稍微炙烧一下，或者是稍微煎一下，会烹调的话，就是直接把它煎一下、烹调一下，加了酱就可以吃了。甚至你不想要用酱，你用海盐去吃肉也可以。所以我们只是主打所谓的原型，不要额外的添加物吃太多到身体里面。对。对，哇，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来到了信息能量子科技厨房，觉得这里真的是很特别，跟一般我们去的餐厅完全不一样哎。所以总经理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未来你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展望希望说这些厨房可以越开越多。好的。那我们经营理念其实是为了推动信息能的健康饮食文化，让大家可以知道，然后我们也希望建立一个信息能的健康餐饮的产业是全球性的，所以将两大的理念就是当做我们公司的使命以及愿景，然后我们用我们叫做诚信、安全、专业、创新、永续的方式来当我们的核心价值，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模式，然后来提倡我们所谓的信息能的健康养生的观念。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我想要讲的是说，现在市售上面或是很多的餐饮业者，不管是企业或者是店家，其实要融入所谓的量子科技这样的领域，或者是这些专业知识，包含技术，其实是目前很少的。所以其实我们期许在未来的推广当中，或是在教育当中，可以让大家大众们更清楚这样的理念以及这样的原型食材烹调的概念是什么。所以希望借由这样的模式，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也好，或是大众也好，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科学的养生，以及我们在饮食当中有一个好的教育的观念，然后可以借由美食还可以养生，没有负担，然后让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健康。对。哇，谢谢我们的总经理还有营养师今天让我学到了更多，就是说可以轻松一点自己在家就可以做出健康美味，然后又对身体很好的一些料理所以呢，养生保健要从厨房开始，这句话真的是很赞这是创办人讲的嘛，没错，对不对？哇，那我们就是选用一些的当季食材啦，好的原型食物啦，然后最重要是我觉得应该要加入一些，比如说像那种信息能、量子科技啊是这一类有用科技真的是技术有得到认证的这些产品，用好的产品去弄，才能够让你的食物好吃，然后营养又美味又健康。好，那我们今天呢，再一次感谢总经理还有营养师，对，跟大家做了这么棒的分享。那如果观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健康厨房有兴趣信息能量子科技厨房，大家就上网查一下，宏威科技集团位在云林的，那未来当然会越开越多，让大家都可以来享用到这么棒的一个料理5道料理以外，还可以学好了回去自己做啊，对不对？好，再一次谢谢总经理跟秋雅，谢谢你们，谢谢，对，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